哪头？是不是你杀了华天？我没有，那是徐天，也没有。八个人，别来了！干什么？你这是？小白，我来了！就是他们。是谁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花田在哪儿呢？你知道？我更不知道了呀！徐老板，那个飘起来了。什么飘起来了？这你知道那个飘起来了。徐天儿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把你供出去，你死我死都无所谓。就是连累了兰花，你说说，他有你这个师哥，没过一天好日子。老韩，跟你在一块过好日子了，你不也贪了10年吗？别那么多废话，我都回来了，责任我一个人担。三郎，干嘛？花田我弄死的，石头我放少了，飘起来了。我跟着。三郎，怎么办啊？忍你很久了，不是香木镇的人不敢跟你动手，是不愿意跟你动手。你不是想比划比划吗？下来，我跟着。不对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别过来！你过来！我杀了他！你敢动七爷？我说什么来着？